細節撞心，冷暖皆顯。我係子琳，今晚嘅藥方係一個人愛唔愛你，從來都撞喺日常嘅點滴細節之中。動聽嘅情話可以刻意偽裝，一時嘅熱情可以刻意演繹，但真心撞喺細節裏，從來都無法作假。真正上心嘅人會默默記住你嘅喜好，細心體諒你嘅情緒，處處顧及你嘅感受。而唔上心嘅人只會敷衍應付，隨意對待，從唔會用心關注你。唔需要執着聽對方講幾多動聽誓言，只需留意對方日常嘅點滴付出與態度。細節最能見真心，平淡最能顯長情。所有冷漠與溫柔都撞喺每一個細微之處。難道忽略細節只聽情話，就能真正看清一個人嘅真實心意？我係子琳，細觀人心，洞察冷暖，點個訂閱，願你從此百毒不侵。